陳妍希，同你講。依家正在回家途中。依家嘅時間係2006年3月6日，唔係3月5日。我哋依家咩事啊？咩事咧？啊對唔住，啊 sorry，4th of March。我哋依家正在行緊去呢個火車站嘅路上，沿路上見到很多鋪頭有時關着門的。嚟住，請影下這一邊。前面兩位是我的好朋友，呢個高色那個叫做即係喺右邊嘅那個叫做行下的行埋手機重上一次。我唔使介紹啦。Manchi。Yeah。一個會露出破綻嘅魔術師。一個會諗啲意見嘅觀眾就係佢。佢破解魔法嘅嘢就係佢。啲紅色褸就係一位仁兄。我哋而家喺6區。落樓梯啦！呢條就係去火車站。有呢啲人。條梯啦，係咪好長咧？我講。其實剛剛條牌我哋就去嗰度啦，去影下佢啊！係啊，都會嘅點得。牌係用咗好長時間先嘅。我哋去邊度咧？我唔知。呢邊。點啊點啊！嗰度係。跑步機，大佬，行唔行到㗎？行到啫。